哇！一個港人必睇嘅項目啊，上城南岸啊，而家只需要8000幾蚊大裝修，送全屋家私家電，送埋產權車位。而且我呢個位置呢，衣食住行係一應俱全嘅，去邊度都方便嘅。而且我哋上城已經引入咗永利直通車啊，12月底呢就正式開通啦。喺我哋樓下呢，就係有直通巴士去返到香港噶啦，1個零鐘。呢個位置經新中通道到深圳呢，都係1個鐘唔到就去到噶啦。而且而家推出特別優惠嘅4房單位啊，89平方做到4房單位啊，遠超第4代住宅。而且我哋係萬科物業嘅高品質衣食住行嚟啲商場，萬民匯、上城商場、三個會員店呢，都係5至10分鐘車程。入到我哋小區咧就非常之安靜嘅，但係出到外面咧就非常之繁華嘅，衣食住行一應俱全，一定係你一個好嘅選擇。而且係60%嘅香港人都會選擇我哋上城嘅小區，因為佢服務各方面絕對係非常之頂嘅。我哋從小區大門入來，而家睇到嘅全部都係現樓現證，啲園林啊、景觀啊，全部都係現兜兜噶啦。客戶一買咗呢，下個月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而且我哋項目呢係雙泳池物業嘅，有2個泳池嘅。而家部分單位呢，可以睇到泳池啲景觀嘅，都非常之靚嘅。年底發展商衝量啊！而家買樓仲送家私家電，送產權車位。而家推出啲皇牌戶型啊，89平方去做4房嘅。超實用，遠超第4代住宅啊！嗱，先帶你上去睇睇。先睇一個皇牌單位，89平方做到4房啊，真係發夢都諗唔到啊！一入來右手邊就係我哋一間房啦。呢個單位景觀係睇住園林嘅。我哋嘅廚房，主陽台係睇我哋泳池同園林嘅，都非常之舒適嘅。接下來睇返我哋另外3個房嘅間隔，我都諗唔到89平方可以做到4房，第一次見到。每個房間都係方方正正嘅。呢個係公用洗手間，接嚟第3間房，最後睇返我哋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呢都係一個套間嚟嘅。4個房，2個洗手間，真係冇得頂嘅。接下來睇一個110平方嘅4房單位，都係我哋嘅皇牌戶型，感受下同89方有咩區別。一入來，左手邊係我哋一個細嘅書房，呢邊單價都係8000幾蚊大裝修嘅，景觀係一樣係睇住園林同泳池嘅。110平方啲空間就會大啲。而家買樓仲可以送家私家電嘅，單價8000幾蚊大裝修，仲送一個有產權嘅車位，現樓現證嚟嘅啦，即買可以即入住嘅。我哋門口呢就有永利嘅直通車可以返到香港嘅。
5分鐘就到大商場，萬民會10分鐘去到三武會員店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666發資料俾你。